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利未记14章33节到53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洁净。发霉呢，并不是现代的问题而已哈。在利未记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了摩西的律法特别针对发霉这件事情的规范。这个诫命律法可以从2个方面去思考，一个是实际上的发霉，另外是从灵性上来思考。屋子里面都是发霉，大概有几个不同的原因可能要一起发生了哈。一来就是潮湿嘛，湿气太重，另外就是因为有长霉菌的产生，再来呢就是因为屋子不通风的问题了，就会产生发霉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受到不好环境的影响，原本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是在旷野沙漠里面的，他们是游牧民族，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其实应该比较没有这种发霉的问题，因为他们常常要走，而且干燥。那因为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环境改变了，加上受到水汽的影响，因此就发生了屋子里面产生发霉的现象。在犹太的宗教礼仪上面，发霉被视为不洁净的，因此需要祭司来检查，并且教导，要求他们整个的环境都要整理清干净，不洁净的东西就统统要丢掉清除。利未记14章33节到53节记载了当时候这种关于发霉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上主向摩西和亚伦颁布了有关防止发霉的条例，这些条例适用于以色列人进入上主赐给他们做产业的迦南地以后，任何人发现自己的房子有发霉的现象，就必须要向祭司来报告。祭司要吩咐人把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免得房子里面的东西呢被宣布为不洁净。东西搬出去以后呢，祭司要进入房子检查发霉的地方。如果他发现有绿斑点或是红斑点侵蚀的墙壁，他要出来把房子关锁7天。第7天他要再回去检查，如果发现霉已经蔓延了，就要吩咐人把霉的石头挪开，要丢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然后他要吩咐人把墙壁上的灰泥刮掉，把它丢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在挪开石头的地方要另外用石头补上，墙壁用灰泥重新粉刷。在挪开石头刮掉灰泥重新粉刷以后，如果房子再发霉，祭司要去检查，霉若再蔓延了，这房子就不洁净。房子要拆掉，把石头、木料、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去丢掉。房子若被关锁的期间，无论谁进去了，谁就不洁净到当天的傍晚。任何人在那个房子里面躺卧或是吃喝，都要洗涤衣服。房子重新粉刷以后，祭司回来检查，如果墙壁不再发霉，他要宣布这房子是洁净的。因为霉已经完全消失，他要带来2只鸟、1块香柏树、1条朱红线和1根牛膝草的嫩枝，为房子行洁净礼。他要在盛满泉水的陶器盆上杀了其中的1只鸟，然后又拿着这个香柏木、牛膝草、朱红线和另外1只活鸟，用它们浇盆里的血洒房子7次。他要用鸟血、活水、活鸟、
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线的为房子行洁净礼。然后他要把那只火鸟放了，让它飞向郊野，他要用这种方式为房子行洁净礼，房子就洁净了。另外一个角度，发霉在灵性上面，当然我们可以说到，就是受到不好的影响。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受到周遭环境以及迦南人的影响，因此他们就有人去学习了敬拜偶像就离开了上帝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这个教导当中也提醒人们要去避免，要去离开法利赛人的酵，因为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他们的心灵就不洁净了。又如同耶稣基督的那种撒种的比喻一样，我们心里听了真理的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却不愿意跟主结连，不去实践，那就成为不洁净之人，这是就发霉了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到18节也这样的提到了，你要坚守我给你的那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的信心和爱心，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你知道在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了我，包括非吉路和黑摩奇尼在内。愿主怜悯阿尼色佛一家，因为他屡次鼓励我，使我的精神愉快。他不因为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一到罗马就四处找寻我，终于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所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保罗劝勉基督徒要与耶稣基督连结，得到信心和爱心，要有圣洁的生命。诗篇111篇，要赞美上主，我一心一意要感谢上主，在他正直子民的聚会当中感谢他。上主的作为多么的奇伟，凡喜爱的人都愿意明白，他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他的公义永垂不朽。上主使我们记得他所行的奇事，他有恩典，充满怜悯，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他永远记住他所立的约，他向他的子民显示大能，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他一切的作为都信实公正，他的诫命确实可靠，他的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和公义奠立。他救赎他的子民，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他神圣可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他赐明智给遵行他命令的人，他应该永远受颂赞。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努力过着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不受到环境负面的影响，而让我们的灵性生命就发霉了求主帮助我们过着圣洁的生命与主连结的生活，活出爱心和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